这是这几件案子牵扯到的朝中大人，按主子的吩咐，都摘录在这里了。和珅又拿了不少。是，单指贵州通政一案，送到河中堂那里的，大概就有50万两。这可是贵州半年的赋税呀！和珅还真是很有钱啊！是。向会章的案子里，怎么这一项空缺啊？应该是有的，只是派出去的人被炸伤了，查到的东西暂时都记不起来。就是主子那天见过的李世伟。你再去看一看，要是能想起来，这部分一定要补上。这。回主子，河中堂后驾。他的病好了。奴才给主子请安。几天没见，您这腿脚又显得硬朗了。听说你病了啊？染了些实样，怕有病气没敢来见您。这没那么娇嫩。哦。晒热了。今年是朕在位整整60年。是。你要忙一阵子了，所以奴才不敢生病。那理藩院尽快拟个文书，指挥各藩属地的王翰，准备派使进京。这事儿已经办了。你的梵文比他们都好，你要过目啊。是。朕最近出了几份折子，分派给几个阿哥。这事儿你知道了？刚才去军机处听他们说了。折子你都看过了？看过。你觉得这些案子里哪一件最棘手啊？奴才以为伯仲之间。伯仲之间。皇上差几位皇子办案，自然是伯仲之间了。你什么时候觉得这样滴水不漏啊？这是天家大事啊！那只金蝉是谁孝敬你的？向怀章。你倒不必嫌隙。奴才必须实话实说。主子遣几位阿哥去办事，这件事呢，表面上平静，实际上动静很大。臣身在其位，到我这儿来钻山打洞的不在少数。不管原告被告谁送东西，臣都收下，既不拒绝，也不嗔斥。
不摇头不点头，转身我就送给皇上。这时候我多说一句都会风生水起。遇到宰相成佛，其实这也没什么，该知道的朕都知道。既然要考一考试，不知道答案怎么出题呀？是。这些案子叫阿哥们去办，你们军机6部就不要插手了。是。今年这60大庆，你要尽心。差事办好了，那只金蝉，朕还会赏回给你。谢皇上恩典。有什么事啊？知道答案再出题。知道什么答案？案子全都交给阿哥了，军机处都没议过，他怎么能知道？您说皇上，他岁数大了，脑子不够使的吧？够使得很，他连一只金蝉的来路都知道。回头你把向焕章给我叫来，别把他带到府里来，在外边找个地方。又造好一份，多少钱都要。妈了个巴子！你说这京城里头到底是有钱人太多了，还是有病的人太多了？我说，你要真挣了1万两银子，想干嘛呀？嘿嘿嘿，想什么呢？妙啊妙！他在家吗？在家，他挺好的。收起来。他怎么样？倒能吃能喝的。这个人是谁？哦，新来的使唤小子。你们出去一下。好，走吧。主子想知道，向怀章为治司运南牧，行了多少贿赂，能记得起来吗？你跟我说过，查到向怀章跟和珅往来密切，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和珅贪污的证据？你先养着吧，眼看宫里就要出大事，往后够咱们忙的。又来送银子了？你亲爹也不会天天给你送银子呀。那聊什么呢？聊什么啊？你以为我听得懂吗？哎，
学生给何大人请安。和尚，怎么找了这样一个地方？这儿有什么不好啊？做个市井中人不是很自在吗？和尚位极人臣，想做个隐云寺的大隐，恐怕难喽。上山容易下山难啊！坐吧。这。你那些首尾之事都处理妥当了吗？该没的我都让他没了，谁也不会再找到。是吗？应该，别人应该知道的，也许已经知道了。不会，学生一向谨慎。谨慎还闹得满城风雨，连远在闽浙的朱圭都出来参你。那是因为有一船东西在宁波港出港的时候。我不听这些。你们这些人啊，一见着钱就目光炯炯，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眼大无神，只会来找我啊！我有千手千眼呐！你以为一只金蛤蟆就能救你一条命？切！何强恩深如海，学生难报万一。坐吧。两件事。第一，老朱圭的折子不管言辞多激烈，他没有把柄就无大碍。第二，嘉秦王那边的一举一动你都要知道，要是让别人抢着先往皇上那儿一报，你可别说我说不上话。皇子办差，这也不是第一次。咱们丑话说在前面啊，以前你们那些事儿，我是能抹的都给你们抹了，这次不一样。也许行，也许不行。哎，你帮我把这边扣系上啊！哎呦，这下不来，碰着地了，你帮我蹬一下。哎，这边这扣子没扣呢，我怎么穿？你快点啊！我真成了你使唤小子了。咱不得演戏呢吗？演戏差不多就行了，自己系上吧，别跟相亲似的，真是。哎，其实跟相亲也差不多。什么？哎，你去帮我把那双新鞋拿来。啊！嘿，自己拿去。还真让你说着了。等荷包一满，相亲可是你哥哥我要做的头等大事儿。也许行，也许不行。你们明白和珅的意思吗？一旦出了事儿，往好了说，一推六二五；往坏了说，想想陈正您的下场吧。这种事儿咱们能干，别人也能干。爹，您多虑了，多虑了。不，这次皇子办差，可能和立太子有关。所以，人人奋勇争先，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。嘉靖王派来的那个卧底探秘的，居然敢面对面的跟我说话。怎么了？那个人，他自己来了。慌什么？慢慢说。哪个人？就是那个卧底。
他想干什么？说是要卖一卷什么佛经。哇，杀上门来了，欺人太甚了吧！来人，来，把香案给我摆上，爷要祭刀。等一下。他说要干什么？卖佛经。他是来开价的。对，卖佛经只是个说法。那他卖什么？卖他自己。久等久等，别来无恙。老弟倒真是言而有信，说有佛经卖，果然如约而至。一件家传的旧物，本来是不想出手的，可是最近生意上拉了些亏空，只能待价而沽了。你要多少钱？货卖10家，自然是谁出的高就给谁了。只要对我们有用，别人出1000两，我们就出1万两。您说多少？别人1000两，我们1万两。不过，我们要的可是真东西。您没看就知道是假的啊。行家，遇到行家了。我们就是干这个。拿得出来吗？既然敢进这个门，我就有真东西。好，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那我把真东西拿来了，您不反悔？这样吧，你要什么，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。还能这么做生意？这就是我的规矩。说吧，你要什么？你不是在耍我吧？你也不看看，你这是在跟谁做买卖？我有文采衣，你们能给吗？文采衣？文采衣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戏。这太容易了，我成全你。给他安排。是。来人，爷，找个地方，让文采衣给这位大爷单挑一出堂口。这。哪儿去啊？我们家的祖坟啊，真的是冒烟儿喽！哎，他要是说别的，我还怀疑他要文采衣，我倒相信。女人实在是祸水啊，消磨了多少英雄。
为了一个臭唱戏的就能卖主，他可真无耻！我呸！所以，我经常嘱咐你们，一定要洁身自律。逢场作戏无妨，但绝不可以深陷其中。这就是教训。是。什么？你放着1万两银子不要你要一唱戏的你没事吧？啊？你没有见过文才艺，那长得叫一个妙啊！这2天我闭上眼睛，脑子里面全都是他；睁开眼睛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还是他。你醒行吗？干嘛你赶快回去跟他说，把人退了，咱要银子。不行，我赵三发子以前做梦都不敢想这种事情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只要能够让我跟那个文采一那个一下，就让我死了都值。去你的！你不说我去，我回来。怎么了？我告诉你啊，兄弟归兄弟，这事儿你要敢拦着我，别怪我跟你翻脸啊！这是我的银子！温姑娘，又要出趟回，你去回了他，说我累了。这回吧，是这个漕运总督向大人钦点的，咱得罪不起。在哪儿啊？啊，就在广乐园，向大人已经派人来搬衣箱了。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还用专门派人来搬衣箱？说是怕混进了外人。咱兄弟们，站直了，啊，站直了！哎，这里边来的什么大人物？谁知道？反正到现在咱俩连饭都没吃上。忍吧，这当卧底的哪有这么好玩的？爷，文姑娘到。官人吉祥。吉祥。爷，咱现在就开戏，怎么着？爷想听哪一折？随便。哟，我们这戏单子上好像没有随便这么一折。那就唱《昭君出塞》吧。官人意下如何？啊，出塞好。哎爷，咱是不是坐那儿听呢？那坐着听好，坐着听好啊。爷，您慢慢听。
还想听哪折的呢？别，让文姑娘歇会儿吧。啊，下来喝杯茶。这个，行，您等着。干嘛呢？啊，敢跟这儿喝酒，想不想干了？站直了！瞅你们俩一个一个的熊样，欠揍！走。请坐。爷爷今天的这份排场可真是不小啊！我还是头一次给一个人唱堂会。那是小生祖上积德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头次见面，您是和一个要杀向大人的刺客在一起。爷。哦，刺客。哎，是，有个小丫头片子挺能玩命的。今儿的场子也是向大人摆的吧？您和向大人的关系还真是挺玄乎的。啊，向大人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做木材生意的。木材生意？好吧，随你怎么说。只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。既然您和向大人的交情不一般，那为什么明明知道是谁要杀向大人，也明明知道是我救了那个刺客，却既不抓人也不举告啊？什么？我是说，既然您和向大人的交情不一般，那为什么明明知道是谁要杀向大人，也明明知道是我救了那个刺客，却既不抓人也不举告？那是因为我，还是因为陈姑娘，还是另有什么原因啊？那当然是因为我还是没太听明白。忘了请教，公子贵姓啊？我姓赵啊，不，我不姓赵，我姓什么来着？啊，我姓李，木子李。李公子，公子在哪儿发财啊？发不发财不重要，只要能跟文姑娘在一起就足够了，足够了。公子也想唱戏？我也能唱戏吗？公子今天的戏，不就唱得不错吗？不瞒您说，我真的喜欢唱戏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这戏能唱成公子这样的，可不多。我这嗓子行吗？你看我这身段行吗？那还用说嘛？一看就是站在台中央的材料。我
我能跟文姑娘一块儿唱戏，那可是我们的福分。怎么又是那小子？我们大爷问，是不是该掏点真东西了？掏的，值了！这是真经。这什么东西？这是真经。荒唐！这就是一部烂佛经。王八蛋敢骗我！等着，我这就把脑袋拧下来！慢着，嘉亲王府可不好混进去。我们手里有了这么一个现成的人，可得好好的用用他。那也得我把他制服帖了才能用。蛇打7寸，这个家伙不是被女人所累吗？文采一。跟你说个事儿。没工夫听。正经事儿，把这屋子里的东西划拉划拉，再加上这房子能值几个钱，咱找一合适的买主给卖了吧。听见没有？啊？听见没有？啊？听见没有？哎呀，讨厌！我红烧肉就没了。主公有交代，还不到动手的时候。来呀！把文采一给我带出来！夏二爷，二爷，祖宗也晚了，带走。那个卖佛经的，怎么向怀昌一会儿要杀他，一会儿又把他奉为座上宾呢？就他一个人包了文采一的堂会，还是我们给他站的岗。谢谢王爷。那天有旨召王爷进宫，这么晚？爷，宫里传出消息，说是奉旨进宫的只有嘉亲王和成亲王。知道什么事儿吗？说是下棋。居5进3，这盘残棋是我无意中下出来的，查检一下棋谱，竟然和2名国手下的残棋极为相似，还多了2种变化。中盘只有胜败，没有和棋，很有意思，你们参悟吧。这棋盘上的子儿不多了，这盘棋的胜负应该在他们2个人之间。爷，
您瞧他们两个谁上来能略微的强一点？那要看对谁了，是对爱新觉罗的江山，还是对我？皇上现在最信任的还是您呐。老子信得过，儿子就难说了。号四进三，号四进三。主子，绝了，是真绝了呀！这盘残局，两位阿哥那走的是一模一样啊！这龙种啊，还就是。天不早了，各上一碗奶子，归安吧。这。上。文姑娘在吗？你干什么呢？我昨天跟她说好的。昨天晚上我在唱堂会来着。兄弟们，就是他！我没惹谁啊！行了，又是你小子！来，你们该干嘛干嘛去，干活去！我说，因为你，文姑娘被抓走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们说你这儿有他们想要的东西，说你什么时候老实了，把真东西交出来，他们什么时候放文姑娘回来。你要敢不老实或者敢轻举妄动，他们说了，文姑娘立马没命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哎，你听见没有？他们是谁啊？你真不知道还是？昨天请你听堂会那帮人呢？我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的？我真不知道啊！漕运总督向怀章的人。你这是一大清早干嘛呢？啊？嗨，这铺盖让人抢了！别跟我废话。嘿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准备杨志卖刀去？闪开！别吓着我，我胆儿小。呀啊，这刀都拿不住，准备去哪儿啊？哎，慢点来！哎。冰糖不漏2回啊！冰糖不漏。
我干嘛？你该杀谁杀谁。哎，给我打听打听，你想先杀谁呀？砍人真的往哪砍吗？砍心脏啊！心脏知道在哪儿吗？在这儿，第二个排骨里边就是。你闭嘴！哎，自古以来啊，美女爱英雄。你要真把那小娘们救出来，嘿，从此以后你带一把刀，他抱一把琴，又唱。有完没完？有完没完？完了，这就完了。到了，去吧。这怎么出汗了？是不是走太快了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现在个技术不牛，太棒了，上吧！